新地铁东有一位柯秋辉女士，伊的前翁甲大汉后生真侪年前，因为一种罕见疾病——亨廷顿步道症来过身。想袂到，伫7年前拄做警察的第二后生，也渐渐破病出现同款的症头。伊用乐观的意志，担起照顾责任。今年伊也得到模范母亲的肯定。谢谢老板娘。 这块也很好吃啊！伫8点头前，热情招呼每一个来买猪肉的人客。头家娘柯秋辉，无论透风落雨，逐工拢爱开店做生意，因为伫遮赚的每一仙钱，拢是照顾后生的救命钱。你现在是天使喽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呀，爱你哦，爱你爱你，对。转来厝内替因囝翻身，摸起哩轮椅。柯秋辉的前翁甲大汉后生，拢因为得到罕见病症，无药通医。迄当时，伊靠着家己一个人饲一家伙仔，嘛陪因行完最后的人生，为家庭的付出，互伊得到今年的新德冠模范母亲。做了一个最大的决定，这是我最痛的一个决定，我就是不救他。 我让他走，我说我救你的话，也是一辈子照顾你，一辈子你那么痛苦，与其你现在我放你走，我放手。没想到7年前命运却来创治，才拄做警察的第2个后生，也开始出现同款的病症。柯秋辉一个人搁再担起照顾的责任。哪会好？想也知道不会好。其实我心里早就已经知道，因为我经历过孩子们的老大也是这样子过来，所以我很清楚。 他绝对不会好。天上的月亮、太阳可以摘下来的话，我也愿意给他。生病过后就是这样，一直去医院，一直看不没办法好。他的妈妈就这样一直照顾，一直照顾。柯秋辉的故事感动真侪人，摕到新德冠模范母亲奖是对伊的肯定。伫命运面头前，伊无放弃。妈妈对囡仔的爱，互伊面对困难也会当勇敢面对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